今日我哋崇拜要宣講嘅經文咧，就記載咗喺尼希米記第3章，有32節嘅聖經。咁當我讀完呢啲嘅聖經嘅時候，再好似平常咁樣讀嘅時候咧，我可以相信啊，大家都係一嚿雲啊，因為當中牽涉到好多嘅地方，牽涉到好多嘅人物，好多嘅動作。咁究竟呢章嘅聖經記載咗落嚟，對當時嘅讀者或者對我哋而家讀嘅讀者嘅時候有咩益處呢？所以我今日嘅方式咧就改變一下，我會解釋呢章嘅聖經嗰個來龍去脈，然之後先至讀呢32節嘅經文。當讀嘅時候呢，你可以記得我先前講解呢段聖經嘅嗰啲嘅細節嘅時候呢，去跟住嗰個嘅經文嘅記載嘅思想。之後呢，我讀完之後呢，就即刻跳落去嗰個信息，就係對我哋嚟講，今日喺教會嘅生活上邊，我哋點樣嘅去經過，係使到神係對我哋係非常嘅滿意，非常嘅滿足，我哋咁樣做。呢32節嘅聖經其實呢，一言以蔽之呢，就係話俾我哋聽啊，當昔日尼希米佢翻去呢一個巴勒斯坦嘅地方嘅時候，勘察咗呢一個聖城同埋嗰個嘅城牆嘅時候呢，係開始嘅建造。咁即係所以呢，大家睇到呢章嘅聖經32節嘅經文呢，建造呢個字眼呢，出現咗無數次啊，就話俾我哋聽呢，尼希米帶住一群嘅人，藉住聖靈嘅感動呢，帶領佢哋去建立呢一個嘅聖殿嘅城牆，同埋呢一個聖城嘅城牆。OK， 主要嘅主題就係呢樣嘢。咁大家讀嘅時候呢，會睇到有好多個人，好多人名，你唔需要知道嗰啲人嘅人名係咩意思，但係你可以留意到呢，當我跟住會讀嘅經文嘅時候呢，你注意到佢哋喺唔同嘅巴勒斯坦嘅地方嗰度出現，譬如提哥亞人啊、乜乜人啊、乜乜人啊咁樣，咁你就有一個印象嘅圖畫就出嚟呢，就係各方面嘅人湧入嚟呢一個嘅猶太嘅地方，一齊嘅同佢哋建立。咁呢啲都係被擄歸回嘅人，當中亦都係有當地一啲嘅漁民留喺嗰度嘅。當年被擄嘅人呢，有一啲係貧窮嘅，或者係冇咩嘅能力生活嘅人呢，就留到喺巴勒斯坦。但係當尼希米、以斯拉佢哋帶住呢一個嘅差唔多有5萬嘅人翻去呢一個嘅巴勒斯坦猶太嘅地方嘅時候呢，佢哋喺唔同住嘅地方呢，就走嚟一齊建造。咁你會注意到呢，有經文呢提到有8道嘅門。咁第一道門呢，就叫做羊門。呢個羊門呢，就係聖殿聖城東北嘅角嗰度開始嘅。咁呢個建造呢，就係由呢個東北嘅角嗰度呢，就逆時針咁樣記載嘅。咁跟住有8個門、7個門呢，記載咗，就包括咗整個聖城聖殿嘅嗰個嘅圍牆個建立。OK， 咁你如果會注意到呢，不同社會地位嘅人嗰個嘅建造，有大祭司啦，有祭司啦，有利未人啦，有平民百姓啦，有呢一個富足嘅人啦，有錢嘅人啦。嗰啲人呢，有錢嘅人、富足嘅人呢，就係有呢一個嘅職業上邊嗰個嘅描述嘅，咁就攞嚟表示佢哋喺社會地位呢係有呢一個嘅建設嘅。咁每一個人都係建造，咁你都知道呢，每一個人嘅建造嘅地方呢都係唔同，咁啊有好多個地名建造起上嚟。OK， 咁當中你亦都會注意到呢，就係亦都係有女人參與嘅噃。OK， 好啦，咁呢個整個建造呢係一個描述。咁喺整個嘅尼希米記由第3章開始一路至到呢一個第7章，呢幾章嘅聖經呢，就記述佢哋呢52日去建造城牆嘅時候，佢哋所遭遇嘅困難。OK， 主要係講到佢哋建造嘅時候所面對嘅所有困難，無論係嚟到外族人嘅藐視也好，話
你哋建城牆啊，連啲狐狸爬上去都冧啦。呢啲就係咁樣嘅嘲諷佢哋嘅。咁呢個咧就唔係第3章記載，就喺第4、第5、第6、第7章中間咁樣記載嘅。佢哋用咗52日，咁啊當中尼希米咧受盡啲人嘅嗰個嘅攻擊，幾乎咧係設個局嚟想殺佢嘅。OK， 咁啊亦都記載咗佢哋一啲平常嘅生活喺呢52日建築呢一個嘅城牆嘅時候嗰個嘅過程。你唔好以為佢哋好輕鬆，因為佢哋有仇敵啊，要攻打佢哋嘅時候，佢哋咧就一邊帶住兵器咧，就一邊咧就去建造嘅，所以唔係容易啊！呢52日唔夠2個月嘅時間，可以有咁大嘅成就，我哋要思想一下，究竟佢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嗱咁咧，所以咧大話第3章咧係一個嘅預先嘅描述呢一班人。咁你可以知道嗰個圖畫，當我讀呢啲聖經嘅時候咧，你進入去呢一個描述，想像下自己係當時嘅其中一個人，或者係當時嘅其中一啲嘅社會階級嘅人，佢哋你想像一下，當你喺嗰個時候嘅時候，經文咁記載嘅時候，你親身嘅去設身處地去體會一下當時嘅環境，係咪好靜咧？係咪好嘈雜咧？係咪每個人都係好專注，還是喺度打牙鉸咧？還是係點樣 ？OK， 咁即係所以咧呢一段嘅聖經咧，我經過咁樣嘅開始嘅描述之後，再讀俾大家聽啦。我相信收效咧就遠遠好過我就咁讀完之後講信息。OK， 我希望咧嗰個嘅情況就係如此啊。好啦，咁我哋就嚟啦噃。尼希米記第4章主要嘅論調就係建造。第3章第1節，佢話：那時大祭司以利亞實和他的弟兄眾祭司起來建立羊門。咁我哋知道羊門喺邊度咧？我提過啦，分別為聖，安立門扇，又築城牆到哈米亞樓，直到哈南熱樓，分別為聖。咁啊係一個順時針向北邊去啦。好，第2節，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陰利嘅兒子撒克建造。你留意下建造啦，呢個詞啦。第3節，哈西拿嘅子孫建立魚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門鎖。你可以知道咧嗰個毀壞嘅程度係有幾緊要啦。幾乎要安得到新嘅門一樣。第四節，其次是哈該斯嘅先子烏利亞嘅兒子米利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別嘅孫子比利家的兒子米舒蘭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兒子撒督修造，其次是提多亞人修造，但是他們的貴胄不用負擔他們主嘅工作。咁呢個咧就係講到佢哋有啲嘅驚慌，怕呢一個嘅北邊嘅異族嘅人咧去騷擾佢哋，所以佢哋嗰啲嘅官咧就唔做啦，即係唔參加。OK， 第6節，巴西亞嘅兒子耶何耶大與比所代嘅兒子米舒拿修造古門、架橫梁、安門扇和門鎖。呢度又提到一個門啦。咁啊聖殿咧總共當時咧係有8個門嘅。有每個門咧都有唔同嘅功能。一個羊門咧就係話當日佢哋獻祭嗰啲嘅羊喺邊度入嚟聖殿咧去宰殺咧，就喺羊門入嚟嘅。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倫人雅頓與基遍人定屬河西總督所管嘅米斯巴人修造。咁呢度係啲貴胄啦。其次是銀匠哈海雅的兒子烏薛修造，其次是作香嘅哈拿尼亞修造。這些人修堅耶路撒冷直到寬牆。咁呢個係個圍牆嘅其中比較係西北邊嘅嗰個嘅位置啦。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烏爾的兒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末嘅兒子耶大雅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哈西尼嘅兒子哈特修造。呢度係第一次提到呢一個人
對住自己嘅房屋修造，係第一次提到。哈南嘅兒子馬基亞和哈巴摩押嘅兒子哈述修造一段，並修造爐樓。咁呢度咧係一個嘅當時嘅嗰啲嘅器具嘅嗰個嘅地方，攞嚟打鐵燒嘢嘅嗰個嘅地方嚟㗎，就係喺呢一個嘅聖殿嘅西邊大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羅克嘅兒子沙龍和他的女兒們修造。呢度第一次提到有佢哋嘅女嚟修造，咁所以唔係淨係男人做呢啲咁樣嘅土木工程嘅。哈亂和撒拿亞嘅居民修造谷門。呢度又提到谷門啦，立門、安門扇和門山，又建築城牆1000肘，直到糞堂門。呢個糞堂門大家都知啦，就倒夜香嘅地方。OK， 咁唔係好聞嘅，但係咧佢哋就照做，去到嗰度。第14節，管理哈巴基林利甲嘅兒子馬基亞修造糞堂門、立門、安門扇和山鎖。呢度咧就直接修造呢一個糞堂門添。咁立門、安門扇和山鎖咧，你可以知道咧，呢個糞堂門咧就腐爛不堪啊，要重新做過嘅。第15節，管理米斯巴各河西嘅兒子沙倫修造全門、立門、蓋門頂、安門扇和門鎖，又修造靠近王園西羅亞池嘅牆垣，直到那從大衛城下來嘅台階。呢度咧就更加嘅腐爛不堪。OK， 呢個就講到全門啦，又提到另一個門嘅名。其次是管理伯叔一半押卜嘅兒子尼希米修造，直到大衛墳地嘅對面，又到掘城嘅池子，定勇士嘅房屋。呢度提到大衛嗰個嘅埋葬嘅地方，腐爛不堪，頹唐敗瓦。經過70年嘅嗰個嘅被擄之後，咁其實尼希米、以斯拉佢哋翻去嘅時候咧，已經係過咗一段嘅時間㗎啦。佢哋回歸第一批人回歸嘅時候咧，已經係有一段時間過去咗。咁所以知道咧，聖殿係重建咗，但係城牆、聖殿嘅圍牆嗰個保護咧，完全係冇。第17節，其次是利未人巴尼嘅兒子利宏修造。咁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亞為他所管嘅本地修造。咁呢度咧就提到利未人啦。咁頭先係大祭司領頭，其次是利未人兄弟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達嘅兒子巴亞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書亞嘅兒子以謝修造一段，對於武庫嘅上坡城牆轉彎之處。呢啲都係防衛嘅地方。20節，其次是撒拜嘅兒子巴錄竭力修造一段，從城牆轉彎直到大祭司以利亞撒嘅府門。其次是哈哥斯嘅孫子烏利亞嘅兒子米利末修造一段，從以利亞實嘅府門直到以利亞實府嘅盡頭。咁呢度就係官長嘅嗰啲嘅地方啦，照做不分呢一個嘅彼此嘅社會嘅地位。其次是住平原嘅祭司修造。咁呢度咧就去到呢一個南邊啦，耶路撒冷嘅南邊，即係聖殿嘅南邊。其次是便雅憫與亞述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亞蘭尼嘅孫子馬西亞嘅兒子亞撒利亞在靠近自己嘅房屋修造。呢度第二次提到靠近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達嘅兒子賓諾修造一段，從亞撒利亞嘅房屋直到城牆轉彎，又到城角。好啦，而家去到東邊啦，烏塞嘅兒子巴拉修造對着城牆嘅轉彎和王上宮突出來嘅城樓，靠近護衛院嘅那一段。其次是巴錄嘅兒子比大亞修造。尼提寧住在俄菲勒
直到朝東水門嘅對面和突出來嘅城樓。其次是提亞哥人又修造一段，對着那突出嚟嘅大樓，直到俄腓勒牆，從馬門啦呢度喺呢一個聖殿嘅東邊往上，眾祭司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我再提到一次，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麥音嘅兒子撒督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守東門示迦尼嘅兒子示瑪雅修造。其次是示利米亞嘅兒子哈拿尼亞和撒拉嘅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亞的兒子米舒蘭對着自己嘅房屋修造。其次是銀匠馬基亞修造到尼提寧和商人嘅房屋，對着哈米弗格門直到城嘅閣樓。呢度都講到社會有地位嘅銀匠嗰啲嘅人，銀匠與商人在呢一個嘅樓閣和陽門中間修造。咁啊，完成咗呢種記載，就完成咗一個大圈，由陽門開始一個逆時針嘅翻去陽門。中間提到有好多嘅人啦，亦都提到好多嘅祭司點樣。咁大家得出個圖畫咧，第一個印象咧就係好多人，係嘛？如果你用心數一數咧，究竟即係有幾多個人名提出嚟咧？我就冇數過啦。我所睇嘅嗰啲嘅釋經書咧，亦都冇一本係提到有幾多個人名所以咧我就冇乜點注意到呢個。但係咧我知道有好多人，有好多人咧一齊嘅被建造。咁當然啦，佢哋面對自己聖殿起好，咁而家咧隔咗大概即係聖殿起好咗之後嘅80年咧，就佢哋開始為呢一個城牆、聖殿嘅圍牆同埋聖城嘅城牆啦去建造。咁第3章一開始就講啦，一個大祭司領頭。咁所以咧，俾我哋今日一個嘅重要嘅信息就係話咧，我哋建立教會，我諗唔係淨係牧師做嘅，亦都唔係淨係同工做嘅，係所有嚟呢一個參加聚會嘅人，所有人嘅責任。你咪呢個第3章就咁講啦，無論你係咩嘅社會嘅階層，有錢嘅冇錢嘅，有地位冇地位嘅，有名冇名嘅，大祭司起頭做，同埋佢手下嘅祭司一齊開始做。OK， 咁即係所以咧，教會嘅建造咧，我哋唔係就咁禮拜日坐嚟呢度聽嘅，我哋要自己有份參與。咁有份參與，你要參與乜嘢事啫？就係對住你自己所做嘅、所住嘅房屋嘅附近去建造。我哋一個禮拜一次嚟網上，一個月一次去家聚。我哋平時嘅日子係點樣過呢？對於建立教會呢一個責任，我絕對相信唔係淨係牧師，我絕對相信唔係淨係同工們去做嘅，係所有喺呢個事工有份嘅、參與嘅、參加嘅，大家一齊去做。嗱，喺做嘅時候咧，你可以知道各方各面嘅人都嚟，無論你住咗幾遠或者係住咗幾近。嗱，呢個經文記載咗喺呢一個嘅聖殿嘅南邊，咁即係已經有一段距離㗎啦。OK， 聖殿係建築喺呢一個嘅山上邊嘅。OK， 咁向南咧就係平原一帶，而周圍咧比較再遠啲嘅地方咧係東南西北都有山嚟圍住聖城嘅。咁即係所以咧呢個建造咧其實唔容易，因為係斜坡路。但係如果去到平原咧就比較容易啲啦，比較容易啲。咁所以咧，如果係我哋領受神嘅恩賜，無論我哋多一係少，嗱呢班人，我相信佢哋留喺巴比倫一段嘅時間咧，佢哋即係神都養到佢哋好肥好大㗎啦，已經。
因為佢哋喺嗰度安居樂業，咁叫佢哋咧就喺嗰度安安心心避老啦。OK， 就唔好諗住翻嚟巴勒斯坦啦，暫時唔使諗啦。OK， 但係當地嘅人咧冇被呢一個巴比倫擄去嗰啲嘅人又點啊？都係啲老弱殘兵，即係啲冇用嘅人啊。OK， 冇可能會有咩建設㗎啦，就嚟喺度。所以咧，渠塘敗瓦。當呢個所羅巴伯同呢一個嘅約書亞翻去第一批歸回嘅人翻到去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努力，用咗1-2年嘅功夫將呢個嘅聖殿嘅根基起好之後咧，就抵受唔住啲人嘅攻擊，寫密信咁話俾呢一個波斯王聽，叫佢哋停工。個波斯王咧有糊塗啊！好啦，停啦，好啦，停咗佢。咁一停咧，停咗15年。去到15年之後嘅主前520年咧，就有先知興起啦，就係呢一個嘅哈該同撒迦利亞嘅先知嘅記載。咁起好啦，用咗4年嘅時間。起聖殿係4年嘅時間，其實唔係好長。OK， 亦都唔算短啦，4年。咁而家普通一個建築最快啊，各方面啊，即係喺現代社會啊，即係要起一座禮拜堂。如果係有好似巴勒斯坦嗰個聖殿嘅時候咧，都要1-2年嘅。咁佢哋4年其實已經好快啦。咁起咗聖殿之後咧，就過咗80年之後，呢一個以斯拉尼希米咧就翻去。咁就第2次嘅歸回，就起呢一個嘅城牆。咁城牆攞嚟做乜咧？咁就攞嚟抵擋啲仇敵攻擊。OK， 因為佢哋嘅國家係建立喺呢一個嘅耶路撒冷個山上邊嘅。OK， 咁就叫做聖城。咁聖城上邊咧就有一個嘅聖殿啦。呢一個就喺錫安山。咁就如果你冇呢一個嘅城牆圍住啊，或者係保護嘅時候咧，敵人就好容易會攻擊你嘅。咁即係所以咧，喺保羅嘅書信就話咧，互為肢體咧係有功能嘅。我哋有唔同嘅功能，都係聖城嘅一道嘅門。咁你話缺我一個門都唔少啊，唔得㗎。每一個門都要有人守㗎。當呢一個嘅大衛，佢喺呢一個嘅歷代之上吩咐安排乜嘢人守咩門㗎啦。咁你嘅守門咁咩咧？其實就係第一為咗防備啦，要防護呢一個嘅敵人嘅攻擊。第二咧就係聖殿裏邊有好多財寶㗎，所有嘅喺呢一個嘅所謂呢一個嘅The Holy of Holies 咧，或者係呢一個嘅嗰個嘅會幕裏邊咧，所有嘢都係金嘅。OK， 所有嘢都係金嘅。咁所以即係巴比倫嘅軍隊，或者係以後羅馬嘅軍隊闖入聖城，去到聖殿咧就搏命嘅搶咩咧？搶黃金。啲黃金咧封喺入邊嘅，咁出去刮嘅。咁所以咧就唔會有一笪地方係完整嘅。OK， 咁即係所以咧要有守衛守住。咁所以咧呢個嘅俾我哋知道建立神嘅家咧係每一個人嗰個責任，每一個人都有咁樣嘅功能去防禦也好，守衛也好。OK， 缺一不可啊！咁你話哎呀我力量少啊或者點，咁你咪唔好守門咯，你就做其他嘢啦，或者係對住你自己周圍住嘅地方去修造啦。嗱，咁呢個修造咧唔係話就咁即係簡單係需要 remodeling 啊，或者係 repair 啊，或者係 renovation 啊，乜嘢都有啦。OK， 呢個修造就
OK，咁佢哋唔係專業人士嚟㗎，佢哋唔係專業㗎。咁但係每個人咧付出佢哋自己嗰個嘅能力去維護嗰個安全。所以保羅話咧，即係我哋互為肢體，重要嘅地方就係我哋唔好輕看大家，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功能。OK，咁尼希米喺度指揮，但係佢要面對嘅咧就唔係話修造呢啲問題啦，佢要面對嘅咧就係對外同埋對內嘅嗰啲嘅 conflict 啦。點樣咧？咁啊啲人即係喺呢段時間咧，即係有錢嘅人咧就開始就好熱心，但係越嚟咧就越咩啦？咁啊啲人咧要買屋啊點樣咧？咁啊要借貸咁樣生活艱難。OK，咁啊尼希米翻去咁耐咧，佢冇攞過薪俸嘅。OK，就將自己嘅薪俸啲錢咧就攞晒出嚟嘅。咁啊佢要對內咧要解決對內嘅嗰啲嘅困局，大家彼此之間嘅嗰個嘅喺經濟上邊嘅所謂嘅不公道。OK，另外咧即係佢哋唔係講玩嘅，佢要面對呢啲係要即係當面嘅去挑戰嘅。OK，係面對面嘅。OK，咁啊要開大會咧去攻擊嗰啲嘅官長同埋剝削人哋嘅嗰啲嘅人嘅。咁另外對外咧就係嗰啲嘅仇敵啦，亞捫人啊、參巴拉啊或者嗰啲嘅人咧就寫信啊、製造啲假嘅信息啊，又寫話密信啊，話俾皇上聽啊等等。咁佢要一一嘅去解決，去到一個地步咧，你嚟打我咩？我揸住啲兵器去守住，去工作。OK，咁啊佢亦都要面對啲人啲食物嘅，當時就儲咗好多人喺度食嘅，咁啊要供應啲乜嘢，咁啊當時嗰啲都唔係話絕頂富有，但係尼希米佢自己付出，無論佢用佢嘅自己嘅身份去買一啲羊啊或者點樣都好啦，但係要餵養呢一班人咧，唔係人少㗎，你哋睇睇呢一個尼希米嘅就知啦。OK，所以咧佢多次嘅求神紀念佢嘅工作，即係唔係話佢大嘢或者係貪威，而係佢要面對嗰承受嘅壓力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啊！記載得係好一段説話過，但係如果我哋親身試過去做嗰啲教會嘅事工嘅時候咧，你就知道 ，OK， 佢用52日嘅時間，一個好短嘅時間，將呢一個聖城整個圈個城牆做好。咁做好咗之後，啲仇敵點樣咧？估唔到佢哋可以做成。所以佢哋心中咧都有個盤算，都係神幫佢哋。咁所以我哋今日即係我哋呢一個事工，我哋人數不多，但係我哋總係有人，總係咧有個責任喺度嘅。OK， 就我哋可以睇翻尼希米嘅第3章，每個人落力去建造乜嘢咧？自己認為可以做到嘅嘢。你對住自己嘅房屋修造又好，你可以能力大啲，做多啲，亦都可以啊。咁，但係歸根究底，點解佢哋可以成功咧？即係有好多因素都話尼希米嘅領導能力強啊，或者點樣啦，或者啲人啊同心啦，即係唔會話你建造你嘅事啦，我喺度硬腳等你哋啦，或者點樣 ？OK， 喺教會平靜冇事嘅時候咧，大家你來你去當然係好快樂，但係當一有問題產生嘅時候咧，一定有兩派，至少兩派，一個就贊成派，一個就反對派。有啲係中間派，話唔好嘈啦，我哋睇下點樣做啦，或者點樣。咁如果大家係呢一個個性強硬嘅，以自己嘅主觀為事嘅，咁就教會分裂㗎啦。OK， 一啲好少嘅事啫嘛，就大家喺度嘈。
教會冇事嘅時候咧，就你嚟我去可以得，但係一有 issue 產生嘅時候，你就算開會討論啦，大家俾意見咧，我哋即係講下咧，啲火就嚟㗎啦。OK， 我見呢啲情況唔少啦，喺呢一個教會高層嘅開會，或者係喺弟兄姊妹嘅團契嗰啲嘅編排，或者係有意見不同嗰啲咁樣。如果大家都係即係大家彼此推讓啊，咁啊容易好多。但係我哋唔係呢啲人咧。OK， 我哋都係一個主觀強嘅人，或者喺主裏邊有經歷嘅人。OK， 就唔係人咁品㗎啦。咁即係所以咧，即係大家好來好去就好。但係如果係因為一啲嘅小嘅事而產生摩擦，甚至乎爭論辯論去到一啲大嘅地方咧，牧師團都大家喺度嘈咧，你就唔好諗住教會有安寧嘅日子嘅。咁尼希米佢哋冇啦，係咪？邊個話冇㗎？佢哋所受嘅嗰啲嘅錢財嘅貸款嘅，佢哋仲要賣啲兒女去做奴僕㗎。OK， 一樣有問題啊！但係呢個係出於呢個實際嘅生活嗰個需求嘅問題。OK， 而嗰啲有錢嘅或者係有方便錢財嘅，就趁機咧去牟利。咁呢個當然係違反咗摩西嗰個律法啦。OK， 呢個唔使講，但係一樣有。咁所以佢哋話啊，佢哋大家同心啊，咁可能喺做呢件事嘅事情上邊同心，但係喺其他方面咧就唔係啦。OK， 但係咧一樣可以得。咁當然啦，尼希米嘅強勢嘅領導 ，OK， 佢揸得好緊 ，OK， 揸得好緊。咁啊，當佢一離開嘅時候咧，啲人又回復翻以往啦。OK， 喺第12章第13章就記載啦。OK， 即係你可以睇到佢哋今次建立呢個城牆聖城咧，係有一啲成功嘅原因，但係唔係話佢哋完美啊。佢哋呢個係值得稱讚嘅。咁最主要咧，佢哋能夠成功咧，就係神老早已經話咧，你哋可以歸回。OK， 你哋可以歸回，而佢哋翻去建聖殿，起呢一個嘅城牆咧，亦都係有神嘅心意嗰個嘅定義喺度，所以佢哋成功。OK， 所以即係個底線就喺呢度嘅。咁當然，如果人更加配合，當然係好啦。呢件事就好啦。52日做好，但係中間唔係話一帆風順㗎。OK， 你睇第3、第4、第5、第6、第7。當然去到第8章咧，咁就佢哋有一個嘅復興一個培靈會啦。咁呢個我下次嘅信息。但係喺第8章之前，第3章中間呢幾章嘅聖經，我哋翻去讀一讀啦，你就知道咧，佢哋唔係咁順利㗎咋。OK， 係有好多嘅挑戰挑剔，但係單係從呢一個建造呢個合作咧，大家一條心去建造咧，呢個係 plus 呢個 number one。但係唔代表佢哋完全冇問題，但係當有問題嘅時候，我哋可以睇下佢哋點樣處理。OK， 咁咧所以咧，我哋即係今日嘅信息係好簡單，就係我哋一群嘅人，人數不多。人數多有人數多嘅好處，亦都有人數多嘅唔好處。人數少咧，有人數少嘅好處，亦都有人數少嘅唔好處。OK， 咁我哋都唔計較呢啲。但係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條心去做一件事，一定成功。但係唔代表我哋大家都會同意所有嘅嘢喎，或者係點樣？我諗呢個就係尼希米嗰個現實啊。但係如果我哋一條心建立好呢一個事工，我哋會成功。但係中間會有啲嘅爭論啊，或者一啲嘅情況，呢個避免唔到啊。除非我哋個個人咧突飛猛進，靈性突飛猛進，大家咧都有耶穌基督嘅心腸，貼貼服服嘅喺神嗰個帶領底下咧，我哋就唔同。但係呢個時間會唔會嚟到咧？我唔敢講，但係我肯定嘅。但係如果我哋齊心努力，一條心做一件事。而係呢件事咧係神命定我哋要去做嘅咧，我哋會成功。點解咁肯定咧？有樣板俾我哋睇啊，係咪？好，我今日嘅信息到呢度，咁啊希望大家捉得住呢段好長嘅聖經，好多人物嘅聖經，
好多地方嘅提到嘅，但係主題咧、主旋律咧都係嗰幾樣嘢。但係如果係大家係要鑽研入去呢一個嘅其他方面咧，我鼓勵大家讀好尼希米記，一個建造。當佢哋翻嚟重新開始過呢個唔能夠講國家啦，開始過建立佢哋自己嘅家園、自己嘅所謂地方嘅時候咧，佢哋所面對嘅問題點樣可以解決到？暫時性。但係你一去到呢一個嘅馬拉基書咧，情況又唔同晒啦。即係所以咧，人咧係善變嘅，人係容易犯罪嘅，人係容易離開神嘅。即使過去係有一個好好嘅歷史風光，但係好景就不常。但係呢個好景不常係咪一定嘅定律咧？唔一定，係有呢個秘訣嘅。OK， 即係所以即係無論舊約又好，新約也好，俾我哋知道嗰個秘訣喺邊度。好，我哋今日嘅信息到呢度，我哋一齊祈禱結束今日嘅信息嘅崇拜。神感謝恩典俾呢個器皿過去20零分鐘嘅時間，一啲好膚淺、好粗略嘅嗰個嘅信息傳講出去，讓合乎神你嘅心意嘅留喺弟兄姊妹心中，化為力量，激勵我哋大家一條心，做神命定一件事，我哋一定嘅會成功。求主向我哋顯露，幫助我哋繼續嘅明白神嘅心意，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